現今醫療科技發達，大部分嘅危疾都有得醫。即使係咁，你可能仍然擔心公立醫院嘅輪候時間會好長，又或者私家醫院嘅醫療費用會好貴。有見及此，保誠推出咗危疾終身保計劃。呢份健康保障計劃可以幫你應付當患上危疾，如癌症、心臟病或者中風所帶嚟嘅財務影響。一旦醫生確診受保人患有其中一種計劃覆蓋嘅危疾，計劃就會提供一筆過嘅賠償，令你可以安心休養。你只要喺你選擇嘅供款期內繳交保費，就可以保證獲得終身保障。首先，你需要決定你嘅投保額，即係當不幸患上危疾時所需要嘅財務保障額，並根據呢個金額投保計劃。呢個計劃覆蓋69種危疾，主要分為2大類，其中17種係預支賠償疾病，例如原位癌，亦即係早期癌症。另外52種係嚴重疾病，包括癌症、心臟病同中風。一旦受保人不幸患上預支賠償疾病，我哋將會支付投保額嘅20% 或者25% 作為賠償。你最多可以就預支賠償疾病作出3次索償。一旦受保人不幸患上嚴重疾病，我哋將會支付投保額嘅100% 作為賠償。如果受保人不幸患上末期癌症、嚴重心臟病或者中風，我哋將會一筆過支付投保額嘅20% 作為額外賠償。一旦受保人不幸身故，呢個計劃亦會支付投保額嘅100% 作為賠償。喺頭10個保單年度內，你嘅保障將會自動增加。如果喺保單簽發時你未夠18歲，額外保障金額為投保額嘅50%。如果喺保單簽發時你已年屆18至到64歲，額外保障金額則為投保額嘅35%。除咗呢啲保障之外，危疾終身保計劃亦向客戶提供長期儲蓄價值。退保嘅時候，你將會獲得一筆保證現金，而保證現金嘅金額係唔會受市場嘅表現所影響。而喺你退保或者申請嚴重疾病或身故賠償嘅時候，你可以獲得一次性嘅非保證獎賞，我哋稱之為中期獎賞。中期獎賞價值將會按實際支付情況而釐定。當每次你成功索償預支賠償疾病之後，我哋將會隨之然減少你嘅嚴重疾病保障或身故賠償。當我哋支付咗嚴重疾病保障或身故賠償之後，你嘅保單將會隨即終止。呢個計劃唔覆蓋某啲特定病況，例如喺保單簽發前已存在嘅疾病。有關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。當你選擇投保此計劃時，請注意呢個係一個長線嘅保障計劃。我哋並唔建議你提早終止計劃，咁樣可能會涉及費用。提早終止計劃時可取回嘅金額可能會少過你所繳交嘅總保費。希望以上資訊對你有用。如有疑問，歡迎向你嘅理財顧問查詢。本短片所載資料只供參考之用，有關條款及細則之詳情，請參閱產品小冊子、股東全資分紅計劃小冊子及保單條款。